迎收睇我哋嘅星期 X 檔案，我係你節目主持人驗低。今日第一單新聞就係有一個人感染咗 H7N9，就係佢喺度養家禽，養養下肚餓得滯，食咗啲家禽，第二日先知道原來佢揦咗嘢。好啦，我哋突發記者、新聞突發記者 Kelvin ABC 去報道啦。唉，今日冇嘢做，搵下嘢做先。身上有啲咩呢？好多雞蛋喎，唉，放下雞先。唉，殺完步食完雞，去返屋企瞓覺先。唉，瞓覺。唉，真係好瞓嘅啫。唉，第一啊，原來。點解好似覺得唔舒服咁嘅？睇下自己咩樣先。哇，你係僵屍頭噶！啊，你係僵屍頭噶！唔通我感染咗 H9N7？啊！死啦！啊！救命啊！醫院啊！醫院啊！姑娘呢？姑娘，我有病啦喂！姑娘呢？好，喺張床度。姑娘放得遠未啊？好嘢，走得嚕。哇，咩事？好啦 ，H7N9 嗰條友就俾人炸到稀巴爛啦。咁呢，嗰條友呢，就喺我隔離。跟住喺我隔離，佢啱先住完嗰個大陸醫院出返嚟，訪問一下佢先。喂，你啱啱近排中完 H7N9，有咩心得啊？在醫院之後仲要炸死我，咩 PK 醫院嚟㗎？一睇就知呢啲 PK 醫院唔讀得㗎啦，係都去嗰啲咩啊聖保祿醫院啦。呢個星期 X 檔案完啦，好啦，拜拜。